来到全台首合台南孔庙，看到充满古早味的建筑，搭配着现代的团香，互人产生一种会当来回伫过去甲现代的感觉。2022年府中嘉庆伫4月9号甲10号登场，台南市长会特别伫7号下晡伫永华市政中心来宣传，欢迎市民朋友会当趁活动期间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之下，做伙来体验。孔庙周边不仅是文化古迹林立，而且事实上很多不管是星级的旅馆，或者是一些具有像过去先前我们才在这个在做的刑务所，虽然离孔庙商圈有一段距离，但是走路的范围、走路的时间都可以到。那更不用提到孔庙是全台首学，全台湾的第一个学校是在我们台南，第一个大学在台南是哪里？是台南神学院。所以说，我想在充满人文气息的地方，我们孔庙商圈要来庆祝20岁。其实再过2年，台南市要庆祝400岁。但是我们很谢谢孔庙商圈的各位好朋友。其实中央好企业处来帮忙孔庙商圈来做一些行销的活动。我们其实大家如果看看孔庙商圈进去，很多巷弄之间都有很多美食啦，有很多这个富有艺文气息的地方。这一点我们希望说市府跟商圈，我们都会努力来让这个商圈更有特色，而不只是一些商店的串联而已。商圈总共1年有4大节庆啊，第一个就是新春财神爷发红包，第二就是这个府中节庆，它结合我们府中街刺桐花开的时候，我们才做节庆活动。这个就是刺桐花，有的可能都不晓得刺桐花是长什么样，因为它的花期很短，它在3月底或4月初才会开花。那我们这个刺桐花开的时候，就是1年又到了，会请市长来我们孔庙商圈切蛋糕庆祝我们的生日。我们到4月9号、10号有请那个结合我们周边的学校，忠孝国中，还有进学，还有中山国中，还有忠义国小来做表演，来做开场。府中街20周年的节庆拄好结合着刺桐树花的开花季，活动的当天除了假日的市集以外，也有各中各小，包括着街头艺人的精彩表演。上港推出的1点活动，今晚2点就会当参加上港好礼抽奖，包括店家商品的兑换券、上港纪念金奖，也有特别设计的地图手巾，拢会当等候大家来领取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